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莊山頻道。喺正義女神入面，最令人震撼嘅案件之一就係秋月樓縱火案。呢單案表面上只係一宗少年犯一時衝動犯下嘅放火案，但深入追查之後，先發現成件事背後牽涉到家庭、偏私、隱瞞，仲有一條本來可以被掩埋嘅真相。案件發生喺一個節日傍晚，少年趙世孝因為隨手掉咗啲嘢落樓梯，差啲打中同樓住戶男人。嗰個男人抱住一個初生 B， 對住趙世孝講話佢冇家教，差啲整親佢初生 B。而呢個兇手趙世孝冇幾耐之後，竟然放火燒屋，火勢一發不可收拾，最後引發大火，造成男戶主4成皮膚燒傷，亦令成件事由一場衝動行為變成一宗極嚴重嘅刑事案件。本來如果單純按表面證據處理，案件未必會去到咁嚴重，因為趙世孝年紀輕，如果男戶主未死，佢都係喺少年法庭審，唔會上高院，而且一開始外界未必完全掌握到佢縱火背後嘅真正動機同後果，所以案件一度有機會被當成較輕程度嘅刑事處理。但真正改變一切嘅是案件背後嘅掩飾同包庇。趙世孝嘅父親係偉烈飾演嘅趙坤，為咗幫個仔脫罪，竟然不惜動用關係破壞監控錄像，甚至將唯一能夠指證真相嘅人林義兵變相禁錮喺醫院。當真相被人刻意扭曲，呢單就唔再只係審一宗縱火案，而係一場有預謀、有掩蓋、有操控證據嘅大案。而呢個時候，佘詩曼飾演嘅言官同前夫律政大狀邱光正作為律政司一方，開始重新審視整件事。佢唔只係睇火警本身，而係追問點解證據會消失，點解監控會被破壞，點解一個本來應該面對後果嘅人可以被保護到咁徹底。正正係呢啲問題，令案件由少年衝動犯案升級成蓄意隱瞞、妨礙司法公正嘅層面。當言官發現原來背後唔只係縱火，仲有刻意干預調查、銷毀關鍵證據、阻止證人出庭，案件性質就完全唔同咗。所以言官運用特別策略，挺身而出去見受害人，同時刻意拖慢審訊，直到重傷嘅男人離世至開始判決。因為由於牽涉人命，所以呢件案亦要由少年法庭轉到高等法院，刑期亦由3年變成終身監禁。如果唔係言官以去新加坡開會為理由，刻意拖慢審訊，咁喺受害人未死前去判刑嘅話，刑期由本來可能比較輕微，而家因為受害人傷重身亡，案件就變成謀殺，判刑重好多，甚至直指終身監禁。呢單案唔係單純因為一場火，而係因為有人企圖用謊言同權力阻止證人出庭，將一宗放火案變成無人敢碰嘅黑箱。而言官採取呢個非常手段去對付兇手，並未得到前夫邱光正嘅認同。呢一段最具爭議又最精彩嘅地方，正正係正義女神想講嘅核心，盡力去維護正義，問心無愧。如果你都中意睇正義女神，希望你幫我撳翻個訂閱掣，咁就唔會錯過條片啦。我哋下集再見。